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福喜来嘅节目。哇，今日啦，大家咧讲故事哦，讲乜嘅故事咧？就講因咧去並體自然嘅透露呢，叫做冒險嘅事。乜嘅係冒險嘅事？其實同大自然非常嘅有關係，係咪有點談唔是嘅係乜嘅意思？嗱，佢紹介出嚟，你大家是咪知咧？大家咧分享你記唔記？裏邊嘅其實你嘅李厚聰分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厚聰，大家也叫我山路。是歡迎哦！哇，看到幾個世界是會知道講，哎呦，今天了解你我來你個節目地圖講乜個事情，說些什麼事情呢？可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是，我啱先看到當到幾個資料、幾個故事，我就對這個人心中真的是，我講真的，我真的非常非常敬佩。尤其是我在看那個你的故事的時候，有幾句話的論述，其實我有一度覺得非常非常感動，幾乎。就是，尤其是你想要去做這件事情，遇到很多的挫折的時候，可是你那種不屈不撓、堅持的精神，我講真的，我真的覺得很感動。可是馬改故事嘞，等下知道用鏡片不用。不過一開始我要先跟大家講，很有意思哎。所以其實你是第一次來客台嘛，對不對？對。對。然後我們就會一般來說來客台的朋友，我們就會說你是哪裡客家人啊什麼的。我看了一下你的資料，你跟別人真的很不一樣哦。你還最後還去尋根找到阿公。對，那個地方是兆安客，對不對？阿公是，然後兆安客再回到甘肅的隴西那邊。是，對，你真的做了這件事情。對，呵呵，可這很奇妙啊！一般人來說會覺得說，我就在台灣長大嘛，對不對？我應該是躲在推翻走，沒有什麼特別的人不會刻意去做這樣子的事情。為什麼你會做這樣的事情？其實我要感謝我的阿公跟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感謝祖先。因為我們老家是桃園的2級古蹟，那邊叫李騰芳古厝。是哇，大家都知道。每年大年初一會在那邊聚集，可是我小時候不懂為什麼要聚集，我只是覺得好好玩哦，大的房子，好多親戚。然後有一年就是我們搬離那裡，因為成為古蹟，然後阿公就跟着一群阿伯或者阿姐，就是叔叔們，他們就去走那條祖先走的路，所以是我阿公先走過。是，然後他回來之後就不知道為什麼他就很有心情，他就有一天晚上叫我去他房間，我說阿公什麼事情？他說你知道你是誰嗎？我說阿公我不太知道，阿公我不知道。這種感覺很像連續劇哎，幫你繞孫黑狗嘞，你知道你很馬薩嗎？我不知道。然後我那時候其實很錯愕，然後我也不知道，然後直到我阿公後來走了。然後我後來才開始慢慢知道我是客家人。我到那之前我都不知道原來那是客家人。我只知道講話有點不一樣。然後因為我們很早離開那個地方，就是住在台北。然後後來當我真的開始在醫院發生那些生老病死，然後我想要找自己的時候，我突然不知道自己是誰。我突然才那個阿公那一年的那個問題才突然打到我的心。我不知道我是誰。然後我就想，那我要去找。然後我很幸運，我的阿公有一個叔叔，他有寫了一篇那個族譜啊。然後我看着那個族譜，然後想着阿公當年走的路，我就決定想要去找一趟追尋的路。我就騎腳踏車從紹安那邊開始走，然後一路騎到甘肅隴西塘。你騎了多久？騎了多遠？4000多、5000多，2、3個月這樣。哇，你就真的就是騎你講慈航叉，就自行車就這樣子去了。哇，所以用這邊有談到戀愛，所以就會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一樣哈。對，而且他剛剛說，其實航查可以洗千公里，安用改路途，我們覺得很有意思。可是他剛講改狗昌地圖，大家有聽到，你辭去醫院的工作，所以你原本是在醫院工作的。對。一般來說，我們就會覺得你在醫院工作，我們其實知道在醫院工作很辛苦，可是你要能夠辭去醫院的工作，然後完全走另外一條路。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問說：“你是不是有遇到怎麼樣的一個轉捩點？”一般我們都會這樣覺得。對。可是我看了你的故事之後，你是真的因為在醫院工作看了太多的事情，那你真的是來自於內心的那一顆種子萌芽了。我覺得你就毅然決然就離開了那個醫院。是啊，是啊。所以要講一下那個醫院的事情嗎？你覺得看到什麼事情讓你覺得是你最大的轉捩點？其實醫院當然就是。
我觉得医院大家都会第一个想到会有生老病死，可是其实在里面工作，有时候你必须要把心放宽，或者是把心收起来，因为你会受伤。然后事实上在里面看的那些身体的死亡，好的，或者生命的死亡，到了最后会慢慢习惯，就是说它就只是一个案例，或者是我根本不认识他，但是一直到有碰到一些。我直接有讲一个我之前没讲过的例子，有一个地方叫呼吸照顾病房，里面的病人都需要机器维持他的呼吸。然后有一天有一个很特别的老先生，他可以坐起来，可以跟我讲话，然后他很舒服，然后很有气质，很有涵养，在一片非常痛苦的地狱里面，他好奇妙的一个人在那里。然后我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就要帮他照 X 光啊什么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很稳定，是很好的人。然后下一个礼拜要再去照他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已经死掉了。就是那个死亡就这样，你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事情。然后看着在医院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会看着我的其他工作的伙伴，他已经做20-30年了，然后我看着他，我发现，这是我希望我20-30年后的样子吗？我希望我的人生就是到这里吗？然后那个死亡才开始提醒我这件事情，我的人生并不是我想要决定有多长就多长。我可能今天出去一个车祸，我生命就没有了，那我甘心吗？我突然发现我从来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而活，就也是因为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阿公当年的那个，你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如果你只是过得一般的生活好了，不要说一般生活，就是吃饭睡觉休息去生小孩。可是到了最后，我们到最后的最后，还是会问自己。你到底知道你是谁吗？你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你为什么正在呼吸？你为什么正在这里？这是为什么我那时候会重新想起我的阿公，那时候为什么他那么用力、那么专心的问我那一句话，我才终于懂了，就是你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让你活在这里的？是。然后我就觉得我受不了，我好想要知道，我真的好想知道。然后我那时候非常拼命，就是我为了想要知道，我那时候很烦躁的时候，我就骑脚踏车，然后我可以每天骑20公里的脚踏车，下班之后再去跑步、游泳，然后只是为了忘掉这些事情，但发现没有办法，那我就决定这样子下去，我想我不会快乐，然后我希望我还在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想要从头去找到一些我想要去的地方。对，而且你选择骑单车。对不对？因为选择骑单车，哇，可以动然改如从中国到印度。其实我们这边有一本是你带来的书，这个上面写的是西游取经返校记之印度大暴走，对不对？对，这个一定很有意思，因为你躺地巩固时，你是地了解后让你非常为巩固，这个就是你算不算是你决定做这样的一个这么大的突破，或是人生这么大的改变之后，我们可以说是第一趟这么长时间的，或是这么长的完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冒险精神的故事，算是第一趟吧。我觉得第一趟讲起来很有趣最早的延伸应该要感谢我的妈妈跟我的妹妹。在我高中毕业那一年，然后我妈妈允许我跟我妹在10几年前，那时候台湾还没有那么明确的自由行的那种状态，让我们2个高中刚毕业的人骑脚踏车去环游台湾。也是因为那样，我对脚踏车开始发现很美好，它其实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所以为什么这一趟会选择脚踏车？第一个是很省钱，第二个是就是在骑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跟循着一个精神领袖，好了，叫做玄奘，就是当年跟取经的路途是一样。你真的就是骑那个路途吗？太难了，尽量骑那个路线，是不是？真的就是一路从中国到印度这样子，新疆啊，塔什库尔干高原，他经历很多不同的地方，哇，真的是太夸张了。我为了这个，我还去上网查了一下，到底他的路线是什么路线，真的很疯狂。对，然后我发现我看那些路线，我发现哇，太疯狂了。不过你真的，你骑这一趟，妹妹没有一起，有妹妹一起，对不对？我真的在这里要非常谢谢李妈妈，谢谢妈妈。对，所以跟你，而且我记得就是要有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觉得你很勇敢，我觉得妹妹也真的很了不起。是啊，我觉得真的太棒了。那我觉得应该下次要邀请妹妹一起来分享，一定很多的故事。所以其实你们要决定做这件事情，一开始要申请一些计划的时候，也是挫折非常多。
对啊，因为老实说，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然后那些计划通常喜欢的是你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让他有信任感。是，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在医院工作，然后一个在设计室工作。他说这2个人突然骑这条路，他们觉得我们一定会死掉。对，而且他们觉得他们一定这个就是一个高风险，对不对？是高风险，所以高风险的结果会马该拒绝。对，对不对？对因为我知道你们是真的是申请，真的就是失败，申请失败，申请失败，但都不会浇熄你们的那股热情。其实我还蛮感谢那些失败，我非常感谢，因为他每次失败，我都重新回来看，我到底缺少的是什么。第2件事情是，如果别人不支持我，我还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嘛。所以换一句话说，有一些人只拿到计划之后才出发，他等于是如果没有别人支持我，我就不要去做我自己的事情，这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也因为这个挫折，我非常珍惜接下来我所发生的事情所获得的帮助。我所以觉得这是那些失败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它教会我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人家的帮助。那个是来自于一些共鸣，而不是因为你有多了不起，你好值得被帮助，没有这种事情。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嘟斗安斗改挫折狗后你突然发现那个来帮你的人，其实就像你讲的，他不是因为理所当然，你会发现有时候那是你跟他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缘分。是，就像你讲的，你跟他的一个共鸣，因为嘴味你就是找到了可以赞助你，比如这样单车的这个赞助厂商，我觉得这也就是一个缘分跟一个时机。用这边有非常多嘅故事，昨天到大家來分享，到大家來打這股，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嚟講。基本繞牆道後從山路來到兩邊，然後大家來講古哦。其實這個故事真的好多好多，你想想看，這麼長的時間，一個像這個取經的路線的故事，你會遇到多少事情，對不對？不過呢，我們要很快的進入這個主題。第六題都是印度，聽說你到了印度，有一次曾經在森林裡迷路，是不是？其實就是那時候在印度碰到一個小村莊的人，很少人會講英文，但是那個人講得特別好。是，他突然說：哇，你這樣好厲害哦，從中國到印度來 ，adventure， 他們的英文很好笑。然後他就說：你要不要試試看更 adventure 的事情？他就指向一個他們村莊附近一個很大的森林，然後那個森林就是平常沒有什麼去，然後聽說裡面有老虎，然後他就說：你要不要去試試看？真的很大膽。然後我想說，既然都來了，不然就去一下。然後我想說騎個10分鐘。跟妹妹一起嗎？沒有，只有我。好險，妹妹好險你沒有去。然後我就在裡面騎啊，聽說那個老虎裡面有住嘛，代表那個森林非常茂密。是。然後騎着騎着，其實就在裡面迷路了。到底那個印度人的心態是什麼？他可能覺得只是帶我去一下而已，然後就開始在裡面很害怕、很恐懼、很焦躁。然後你是晚上嗎？還是白天？就是從下午開始，然後迷路到快黃昏。是哦，那真的好可怕，因為那個一黑下來就是黑色的，很恐怖。對，只要森林有一點點聲音，我就會很驚恐。對，我用想象的都覺得很害怕。然後後來再就是看一條路啊，就是它。看到路裡頭有一個光，森林裡面有一個光的地方，我想說是不是一個空地，還是一個出口？我就很開心要騎過去。對。然後其實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一騎出去那個瞬間呢，首先好亮，我看不清楚，然後眼睛適應之後，我就看到了是夕陽的光打在一個前面一條非常大的河流上面，然後那個時候突然有一陣風。然後那時候我本來心裡非常緊張、憤怒、擔心，可是那個風拂過來的時候，我好像第一次被風吹到，然後那個風就。然後一瞬之間，我心裡面那些煩惱、憤怒、痛苦突然不見，就我覺得你感好像整個被開了。對，就是那時候被按到一個開關。頓悟是不是按到開關了？對，被按到開關。然後眼睛突然就看得到，我本來很緊張這樣，然後突然看得到整個光跟水跟森林、氣味啦、皮膚啦，所以一瞬間我突然覺知到、感覺到這個瞬間一切。最原始，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上那個整個無感的那種感知。然後就像回家了。然後那時候有一種非常平靜跟快樂的心情從身體裡面、心裡面浮現，我從來沒有經驗過那麼快樂，同時之間那麼平靜，好像什麼都不用比較了，因為你已經在一個你必須到達的地方，對，你已經回到了一個你這輩子你要回到的就是你的家，就是一個自然裡，然後那一瞬間是我
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快乐，我从来不知道人可以快乐到满足到这种程度。所以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跟自然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对，我从来没有经验过，原来跟自然接近这么好，这样。对，一般来说我们在迷雾森林、塞纳地图都觉得很恐慌，有没有？好怕天黑，或是好怕那个老虎出现。对啊。可是你真的可以，你用一个那个天然改法面熊改世界那种感觉，真的是在一个森林里面。其实我觉得这跟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很像，不论你走退路或是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在你的工作里面，如果当时的状况很不好，人生很低潮，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很青黄不接的状态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在一个森林里面迷路，你一直看不到前方的那个曙光。对我觉得我几乎可以理解，就是你如果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你突然看到那一道光，进入那个栅栏之后的后面是一个你无比想象美好的花园的那种情境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是在印度的故事，可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长旅行回来的时候，当然你除了你开启了那个按钮，你台大公机关有没有 king 啊，你整个都不一样了。所以接下来你就开始进行你生命中很多的不同的事情也好，或是不同的工作。我们回到你的第2本书，对不对？好啊，这是你的第2本书《阿拉斯加归来》，这个是松林青年的奇幻之旅。我们常常看到一本书是牧羊少年的奇幻之旅，对不对？就是为了我想这个就是你的奇幻之旅，是你就决定去了另外一趟旅程，而这趟旅程很不一样哎。我们大家都觉得好陌生哦，在美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追踪师这样的一个课程训练，对，你就去了，是那个是一个怎么样？台大维港马改东西啊，对重视那是什么？要做些什么？那个是什么？其实就是回台湾之后就开始找怎么跟土地相处的办法，但是没什么找到，直到看到这本书。对，他是一个在美国的一个白人哦，但是他在小的时候碰到一个老原住民，跟着他学了几十年之后，他决定就是未来开了一个学校，要分享这些的智慧跟学习，叫做追踪式学校。然后就是因为看那个书，在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还没有找到那么多有连接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又看到一道光，然后我就决定在很努力的想办法让自己有能力去了那个地方，就开始学。那学校在教什么？其实只是在教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关于你这个人可以跟土地有什么样的依赖关系。其实到了最后我会发现，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自然。他其实在教的很简单，也不是很简单。譬如说，我们要学怎么样让自己伪装成为一个森林里的部分。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在森林里面走路，动物不会发现。我觉得你学的蛮好的。然后到了最后，就是你会发现，当你成为自然里面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跟自然真的成为一部分了。就是你慢慢放下自己是一个人，你变成一个动物，人也是一个动物。然后当你在那边跟那些产生互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老师常讲一句话，结论好了，就是他常说，依赖的越少，自由越大。然后不是什么都不依赖，他是到了最后不用带刀子，不用带绳子，不用带任何东西去森林里面都可以生活。为什么？是因为他学会怎么依赖这个森林生活。然后到了才发现，就是即使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这些杯子、这些东西、这些桌子、这个沙发，全部都来自于自然。所以我真的学习到一件事情是，其实即使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依然是在自然里。我们依然在这个地球上依赖着这个母亲生活。就像客家人，他们常常说大石缸，大石头公，石头是骨骼，土地是土壤。其实所有的部落或是所有的住民啊，包含客家族群，我们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怎么样跟土地一起生活，依赖着土地生活。我只是学到他们怎么样分享，让人开始又好像按按钮，就是它是一个如何让人在经历那些过程里面按按钮的方式。是。不过我们回到比较实际的层面，对不对？现在讲的是一个很精神上面的一个期待，其实就是跟大自然可以共融的一种感觉，其实是一个一起活着、一起相处的那种感觉嘛，对不对？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的因为我们讲我们现在其实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资源都来自于大自然，我们是拿它的资源使用在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活着，依照你刚刚的论述是这样嘛，对不对？不过你到那边其实。我们讲到好细节，给口腔是很一都改变。比如说，你们会找一个你们喜欢的动物，你们会去观察，对不对？它的足迹也好，或是你们会，像我就知道为什么你叫山路，当然这是有一个故事的。其实就是，比如说你那时候选择了，比如说像是一只鹿作为你的追踪观察或是接近，对。对啊，其实就是
因为那个鹿啊，我这样讲好了，那个鹿它这辈子都住在自然里面，所以它有鹿喜欢的生命的方式，它喜欢到哪里喝水，喜欢到哪里走路，喜欢到哪里做什么，然后或者它喜欢吃什么。所以光是看着它的足迹在森林里面的移动，你随着那个足迹看的时候，看久了，你甚至会知道这条路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它为什么会走这条路，然后它跟这个动物、跟这个森林有什么关系？有一个很厉害的猎人说，他只要打开他的肚子，看到他肚子里面所吃过的东西，好了，就是他消化的东西，他就知道这个森林健不健康。他就会看着他吃的这个植物，这个植物这里的状态是什么，这条路的状态是什么，他就知道这个森林健不健康，他就知道这个场域里面是一个好的场域，还是他已经濒临危险的场域。没错，其实真的，因为就像猫咪一样，你看到那个地方很多猫咪，你会知道那个是适合猫咪存在的地方，猫咪才会在这里。对，不过我们咸葱、傣类、非葱豆，就是都是你带来的，我们应该是讲说是宝物。对哈，不过我们广来雷豆2年，然后一开始看到是，我看到一个那也是你的好朋友，对啊，是不是？对不对？这也是你从美国带回来的。对，然后我相信这也是你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不过除了这一个东西之外，其实也有一个，我们看到那个是类似很多骨头，或者是像钻木取火的这些东西，都是你很珍贵的东西，都是你带回来的。是，或者是在台湾跟自然产生互动之后所放在这里的。对，所以那个就是你真的钻木取火使用的木头。对，是的。对，好，所以而且那一把刀也是吗？对啊，对啊，都是对，那个也是你自己做的，所以那个刀柄是这个是鹿的角。头上的角是对其中一部分这样子，那是来自于同一只鹿吗？不是，之前那只是母鹿，所以它没有角，是，对啊，所以其实这一边呢，那这边也是，像这边它就是一些石头，这个石头是来自北海道，有一个朋友在山上河边找到之后给我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借由这个石头打制出一些石器。就是在自然里面，其实一把刀子就是一个非常有威力的朋友，因为它可以做很多事情，它可以变成斧头，可以变成弓箭，可以变成刀子，然后，对啊，是。其实与其说它的功能性，它更多是我跟这个土地的连接。譬如说，我借由我真的亲手拿到了一个石头，我把它变成了一个它可以陪伴我工作的工具之后。我就会发现会珍惜一件事情，就像这个，我做了一把汤匙，我这个花了大概10几20分钟，在阿拉斯加的荒原里面做了一只汤匙，这个汤匙可能不好看，然后去 IKEA 什么的花15块可能就可以买到一个很好的汤匙，可是对我来说，这个汤匙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会觉得它很美，因为我拿起来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我跟它的时光，我跟它的相处，然后我发现有些事情它不一定是要用金钱去获得心理的满足，他有的满足是来自于我跟这手上的物品的连接。是，就像客家人，他为什么那么珍惜他所有手上的东西跟工具？我知道为什么。我想我这基因里面也有这个东西，就是有阿公给你的基因。谢谢阿公。然后就是当我拿这些这些习物的概念，我才发现是共通的。对。然后到了最后，其实只是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很美。然后当这些很美的事情都常常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生活过得很美。我会觉得很快乐。是，其实我学这些人家都说，你这样会不会很辛苦啊？在森林里面啊，住着那么烂，然后吃的那么少，然后用的这些很不方便。人家说很不方便，你打火机就好，干嘛用打火钻木取火？但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些我看到一个东西很重要，对我来说叫做连接，是它全部都是我通往自然跟自然连接的桥梁。我觉得这也是情感的连接啦，然后生活的连接，生活的痕迹哈。其实还有动改故事，走那条台高的不一样，大家是聊啊，等下长走那个。发现哈，还要跟山路好好来打嘴鼓哦，故事讲不完，对，每一个都好精彩，对不对？可是恭喜才贝哈，因为你决定做这件事情到现在已经8年了，对不对？8年给洗给，其实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个人他出去放逐之后回来，他会回归到我们人类认为我们想象中的、我们定义的理想生活。
对，因为什么是理想生活？我们人类定义的理想生活，比如说你要有工作嘛，你要稳定嘛，对不对？狗就六英他回来之后，就像山路一样，更加启发了你想做这些事情，所以就是不间断的继续去做。所以我们就会讲说，那你这样的一个整个回来之后，你接着回来不一定是回到我们定义中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医院工作也就放下了嘛。那你要怎么样在实际生活让这件事情，包括你的理想也好，或者你实际的生活，你要前进呢？对不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追寻好了。有时候追寻是为了自我的一个满足跟感觉，但是事实上就是我一直很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能够把自己的所谓的人家都说到烂的一个东西，天赋好了。你的天赋能够活出来的话，当你成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需要你要提供这个世界另外一个选择的时候，你会受到支持。对，就像另外一个很有名的电影《三个傻瓜》里面有一句话：如果你追求卓越的时候，成功就会跟着你来。像到了最后，我发现我拥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自己的能力。好了，我很喜欢分享。然后我也可以引导别人去经验一些经验，然后我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快乐。像是我可以引导别人怎么样伪装在森林里面移动，怎么样走路，怎么样跟自然产生连结。然后我喜欢写东西，然后我喜欢唱歌，我喜欢去分享故事的时候，当我发现事实上我成为了一个这个世界被需要的人好了，这个世界需要这样子一个人。然后我会发现，放射师也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这世界可以少了一个放射师，但是多了一个在野地带领大家的桥梁。所以我就发现了，这是我可以做的事情，而且这是我爱的事情，同时间它结合了我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这是我最幸运的事情，但是这个幸运不是来自于理所当然的，它是来自于这8年我有好多的痛苦，好多的挣扎，好多的疑问，好多的被质疑。但是在这里面反而全部都成为了礼物，因为那些质疑跟那些困难跟那些问题都来自于一个，你有没有真的去看清楚你这辈子想要怎么活？我没有办法赚很多钱，但是因为依赖的不多了之后，我发现我的生活并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享受，我不需要很大的房子，我不需要很好的车子，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我就不会是你要需要什么，我去追求那个东西。对是没有错，而且听山路安永狗，你就会发现说他很喜欢分享。就我主持这一集有没有？我只要问一个问题就好了，他就可以说出很好的故事。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其实因为你很喜欢分享，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带领别人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当然所以你有一个自己的小小的工作室，对不对？所以就会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课程，对不对？我讲真的啦，其实我很认同，因为比如说我听你讲，我想说那我呢？我是不是也想要感受一下那是什么感觉？我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反刍、重新反省，或者重新找到什么样的状态？我要去哪里？我也许可以找你，对不对？所以其实好像也有一些小朋友去，是不是？有、啊，包括什么？你刚刚讲到伪装术，是不是在森林里面学习接近？所以也会有这样的课程。有啊。其实就是在自然里面，我们会顺着那个时候就带小朋友玩什么，真的是带大人。对，大人其实超需要玩什么。是。然后小朋友跟大人到最后玩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整个森林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场域，让我们去自由。对。然后当我们真的开始爱上跟自然玩耍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保护它。好了，是因为这是你爱的地方，所以你就会因为爱着它，所以你会希望它可以维持那个地方的美好跟纯净，你就不会丢垃圾啊，或者是干嘛。我们不用去讲说骂他你为什么这么做，而是因为我对它有一个连结。我理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教育但我们并不是只是讲说我们要爱惜环境，我们要珍惜土地，我们要感受土地的温度。我们带讲安用你那样的方式，其实是真的，你告诉大家，你跟他是一起的，其实也是来自于这一片土地，所以其实。大人陪小朋友这样玩，所以给你的回馈会不一样，对不对？都蛮开心的，都很开心。像有一个爸爸，他回家之后，有一天他们一起去吃早餐，爸爸突然拿出整套的环保餐具，他老婆吓到，说他为什么会拿出这？打电话来说，我讲了10年都没有用，他去了你那一趟都有用，所以他其实他体悟了，对，他理解了，就是他自己透过自己去感受到，然后他自己长出来，不是我告诉他的，是他透过土地是他的老师，他自己长出来的东西，这才是我觉得最有力量的。所以他
从此以后就随身携带，对，环保，而且回家还会帮忙做家事哦。这太棒了！那所以如果赌博哈海公，给另外一半可以去走大女士改事情，就去找山路就好了。有没有男人去找一下，体验一下，回来就帮老婆做家事？后来我下一个活动就来了一对爸爸，都是他们每一个都说是老婆叫我来的。太棒！这真的很有用哎。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讲的比较哲学性的东西，比较灵性上的东西，有时候要自己去，我觉得是你要去体悟这件事情，或是你有没有去从好重导改理从来讲，你是不是有去悟到这件事情？对，好，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你这个很多活动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小朋友一定要让他玩得够，长大才不会去玩坏事情。对，是。如果所以如果我们回到现实生活里，就是如果我们也想要体验这样的活动，其实我们是可以找到你的资料的资讯。就一样是脸书吗？还是脸书有一个叫山路自然工作室，然后是我跟伙伴们一起在那边经营的空间。太棒了，一个那样子属于你自己的空间，然后如果有这样的课程，其实是可以联系你们，可以去体验的。是的。而且其实大场安用银行，你也讲锦绣也来谈几几盖故事，你想看半年8年一定很多的故事，对不对？我觉得你跟我阿公的故事就讲不完了，对不对？不过讲到良品，其实我知道比较特别的事情是，比如说你们有很多活动，像你们今年也有一部纪录片是记录关于，比如说青鱼。对，回家海青回家的这样，所以我逢门基之前来看到故事，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所以你们是划着独木舟，沿着从南方澳出发，沿着这样的一个路途，然后到了石垣岛，日本石垣岛，对，厉害。其实也还好，想想4000公里都起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其实我除了在山之外，我也因为台湾是海岛，所以花很多时间接触海。但是因为接触到美丽，就会看到丑恶。其中一个可怕的事情是，就是台湾的渔业好了，就是整个世界渔业因为我们的科技太过发展，那个鱼抓到之后很多没有被珍惜，所以鱼类少了很多。然后我们有一群在自然里面工作的伙伴就想说，好啊，不然怎么办？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来不及推政策之前，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决定我们做会做的事情。我们也喜欢冒险，我们就决定去做一趟冒险。然后用这趟冒险去告诉大家有发生这件事情。譬如说，人家就问你干嘛从南方澳划船到石垣岛，划了3天3夜，那我们就会说，你们知道一种鱼叫青鱼吗？它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只是希望借由这一个行动勾起人家的注意，同时之间我们也开了一些水洗的活动，让大家可以到海边，我们带着他们去海边玩，或者是我们那时候举办了全台湾36场巡回分享会，去说这个故事。哇！然后这些东西都会呈现在今年11月有一个纪录片，是叫做《海青回家》，可能名字是这样，《海青回家》的一个纪录片，然后让人家。所以在纪录片里面可以看到你吗？会啊，我就在里面啊。哇，好棒！你自己已经看过了吗？还没耶，还没。但是我是里面发生的人嘛，是，对，你是里面的其中一个人物，这样子。所以其实就像你说的，是希望借由安永改给吧，安永改故事，其实我们是提醒别人，对，因为我们常常都讲，因为鱼好吃嘛，真的很好吃。对我现在讲鱼好吃，我要谨慎一点。不会，因为我希望未来大家，我们的孩子可以吃到鱼啊。是，可是因为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整个产官学我们整个政策，你刚刚说的嘛，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立即去造成影响力，形成影响力。可是口内用氢便宜，我们根据他们的估计，可能2050年，我们就会没有鱼可以吃。对啊，这怎么可以呢？对啊，所以其实也是借由这样的一个计划，告诉大家我们应该怎么样，大家一起共存在这个世界跟在这个自然里面。对，其实就是做我能做的。是，好，所以其实兄弟朋友其实很多啦。其实我知道你们在2012年的时候也有一个造帆船的计划，环游全世界，哇，好多故事。对，然后比如讲Kishiki 懂迷龟的这个地方，其实跟母鹿之间有一个很有感情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也都非常的棒。不过节目的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所以最后这个是。也就用声音来表达口簧琴哈，我只给你一点点时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来自于3000年前全世界有好多原住民族一起发现的声音，好棒哦。对，然后想要分享这个老的声音给大家，来，请。
谢谢。哦，谢谢。哎，你带给我这样的声音，我都没有办法说来宾掌声鼓励，因为这实在是太美好的一种感觉哈。其实这个是真的3000年前。这个世界有好多的原住民族一起发现的声音，好棒哈！包含台湾，对，当然包括台湾，因为相信乡亲朋友会讲，因为了解去你推翻原住民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好，所以今天的故事非常多，谢谢你来分享，是莫妮，又给补夹来常常来，好不好？分享这么多的冒险故事，谢谢。好啊，乡亲朋友希望今天谈古啊谈多起都都有意思哦，天天下来你走人堂了。